您这演的哪出啊？这厨房痴汉啊！这是一临时大家庭，全国人民大杂局，还有一未婚少妇，你不能注意点吗？我饿了，我下来拿点吃的东西。我看厨房黑灯也没人，我就没穿衣服。谁知道聪明在这儿呢？我还纳闷呢，聪明一大姑娘。 深更半夜的，你吓唬我这一糟老头子，你说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你谁吓唬您了？我这等西川呢。得，这寄人篱下，夜里吃点东西都这么费劲。你这一喊呐，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，这还差点闹一个晚节不保。嗨，大叔，就您这扮相，得什么心理素质才能不叫呀？好，爸啊！ 你想吃什么？赶紧拿啊！赶紧拿！是啊，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开个灯。本来想给西川一个惊喜，我红酒都准备好了。 结果半路杀出来个令尊，我还委屈呢。你这是惊喜吗？你这分明就是惊吓。你跟我爸一副德行，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错，就没想过这同一个屋檐下还住着别人吗？怎么了这是？被打劫了？ 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不是说马上就到吗？我在这儿等你，结果等到了半夜出来裸奔的韩爸爸。你停了车，你那么磨磨唧唧的，有那功夫，阿富汗都发射宇宙飞船了，也不会上演这么尴尬的人的剧目。都是我的错，这事儿也赖我爸妈。你说他们怎么就没给我生一个风火轮呢？要不我也不至于这么慢呀。滚！妈不听你的滚！哎。 今天又不是圣诞节，也不是情人节的，什么大日子啊？又是彩灯，又是红酒的，还不是拜您所赐。您大喇叭里道歉信一广播，我想不走红都难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千万不要质疑中国人民的好奇心。于是我就像草泥马一样被围观了，但是咱们也不能让他们白围，不是吗？我就顺便卖出去了3枚钻戒，本来想小庆祝一下的。 谁成想，一出接着一出。要是这样，那我以后应该每一个星期都给你写一封信，然后加大分贝的喊出来，让所有人都听到，让你在商场里保持人气，持续走红。少贫了你！我现在兴致都被蒸发得一干二净。美玲今儿找你干嘛了？美玲终于掏出点有价值的线索了。这个就是骗了李琴的那个老油条，背面是他的电话号码。今天我打了几次，一直关机。不会是美玲给的假号码吧？他不会这么做的，这不是自绝财路吗？但是我觉得，他肯定知道更多有用的线索。 但是因为某种顾虑，不肯一次性的说出来。什么顾虑？什么顾虑都不会让这个女人跟钱过不去。这也是我纳闷的地方。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他为什么不痛快点，一次性把所有的消息都告诉我们呢？什么声音？ 你平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，你怎么到赌桌上那么冲动呀？你
可以侮辱我的人品，但不能侮辱我的牌。哎呀，你快拿回去！我不要。凭什么呀？这钱现在是我的了，我给你了。开车，开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可给你们都照相了。你们要是再不把钱拿回去的话，我就去报警，说你们聚众赌博，还想让我替你们销赃。好聪明，说你傻，你还真就冒泡是吧？给你钱，把你急成这样，不，你要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。当这钱我借你的，总成了吧？你先把戒指的事儿给解决了呀！哎呦，韩毅，那我就更得说你了。上次你爸爸来吃饭的时候，不是说了他特想开小饭馆，就是没有启动资金。你都有这么多钱了，为什么不能帮帮他呢？这点钱买戒指都买不了色戒那种啊，甭说什么开饭馆了。而且我压根儿就不同意我爸开饭馆，他五行属水，开饭馆要动火，那谁投资不得赔个底儿掉啊？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呀？好聪明，这钱你就拿着吧，有钱再还嘛。就是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啊！以我现在工资水平，我连利息我都还不上，万一还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别咒我啊！你才有个3长2短。哎呦，韩毅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有这么多存款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孝敬父母，而不是我这种浮云般的房客。我真是有段日子没听过这样的大道理。哎呦，救急不救穷嘛！而且你又不是什么一掷千金的大户，你帮我顶多算是个穷帮穷，瞎帮。再说我想借钱，我早就借到了呀！你们赌，还赌出助人为乐来了！你们，快把钱收起来！你这从哪个星球找来的女朋友啊？白给的钱不要，还义正言辞地批评了好心人。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来自哪个星球。哎，不是，我们那么明显的放水赌博，他看不出来，等到钱到他面前了，他反而精明起来了。你懂什么叫大智若愚吗？他要是那么好骗的话，我排你单干嘛呀？想点靠谱的招吧，别净弄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，让他抓把柄。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，我整形医院那边的朋友回复我了，说可以给一个特别好的折扣。太好了，所以别怕啊，喜欢吃尽量吃啊。